宜兰有一间民宿的人客半暝放音乐，吵到人被困住，报警察。真正的甚至有旅客是半暝放炮瓦。官府表示，在暗时10点到过灯工早起的8点，民宿若吵到人，会当罚5万块，上严重会当撤销民宿的牌照。 已经过暗时10点啊，宜兰三星一间高档的民宿大客还阁大声播电子音乐，互附近的民众无大困，去甲影片翕落来，打上网报警处理。伊大声嘛，所以它弄起来就变成，就讲别墅规个拢会转起来呢。我以为是庙里那边在做法事。哦，对啊，好像开那种电音趴。开那种电音趴。对啊，很吵很吵。很吵。然后不能睡觉。民众嘛指控附近的部分民宿有反正2、3点啊，还阁咧放烟火这行为，声音大甲有当时啊伫困连眠床都会醒。是一个轰炸去互人投诉的民宿，现场还阁有留未少放煞的炮啊。准讲这阵啊，国内旅游带速率无好，不过宜兰民宿的数量却愈来愈多，部分无合法管理，冲击居住环境。尤其这个月连续假期多，有民宿业者讲全关订房率差不多有4成，状况是规年较好的时段。啊，不过同时嘛，互扰民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，互人投诉的业者提出稿前无做回应。民宿有扰民的相关行为的话，可以报警，或是请环保局到场查证属实的话，依照《发展观条例》可以处罚1万到5万的罚款。针对民宿扰民，县政府2021年就依照发展观光条例，也甲民宿管理办法发出公告，禁止民宿伫逐天暗时10点至早起8点有吵闹、烘肉，也甲使用卡拉 OK 的行为，违反规定的会当罚1万以上5万以下罚款。连动式社区内的民宿，互人罚2届以上，这个社区区分所有权人会当召开会议，决议是毋是撤照。啊，毋过若是高档的民宿撤照的法律授权不足，这部分会向中央反映是毋是爱受罚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